點樣面對死亡同埋職涯衰退呢？成功人士有啲咩嘅中年危機？預測晚年快樂同埋健康又有啲咩指標？我哋需要用人際連結嚟重建我哋嘅價值，迎向人生下半場嘅愛同埋健康。成功人士面對能力嘅下滑，佢哋會更加努力，希望可以扭轉，可以重新再感受之前嗰種嘅成功感。如果一個人認為工作就係佢生命嘅全部，當工作表現慢慢下滑嘅時候，佢就會覺得佢自己嘅認同消失啦，咁樣會帶嚟好大嘅痛苦，甚至會覺得生命冇意義，只有等死。大部分人都怕死嘅，包括怕毀滅、怕死亡嘅過程、怕心愛嘅人死去、怕未知、怕被遺忘等等。但係追求有人記得你嘅好名聲，其實都係嘥氣，因為就算英雄都會俾人遺忘。透過思考多啲死亡，死亡對你嚟講就唔會咁陌生，你就唔會咁驚死嘅。喺心理上面預演你自己嘅專業能力下滑同埋俾人遺忘嘅過程，就可以減輕你對死亡嘅焦慮。假如今年係你人生嘅最後一年，你有啲咩你想安排呢？你會優先處理陪伴家人同埋聯絡朋友，抑或係加班或者係討好上司？唔好喺人際關係方面留低遺憾啊！孤零零咁樣死去，真係一個好大嘅不幸。因為咁樣喺職涯走下坡之前呢，就要維繫好人際關係嘅安全網。每日攞啲時間主動去關心下親人同埋好朋友，都進行一啲喺精神層面嘅修煉，好似係睇書啦、靜觀、冥想、祈禱等等，咁樣可以得到更加穩定嘅內在滿足同埋關係上面嘅支撐。呢個頻道係分享有關個人成長、情緒管理、親密關係等等嘅話題。如果你想安排輔導約見，歡迎你寫個電郵俾我。每一棵樹睇落去咧都好獨立嘅，但其實佢下面係盤根錯節，彼此融為一體。樹木唔係獨自強大嘅，同樣人類天生都係互相連結嘅。人生下半場嘅幸福係取決於連結，建立健康嘅關係，能夠讓其他人嘅增長彌補個人嘅衰退。幸福嘅關鍵唔係更強，而係更連結。哈佛大學長期追蹤一班嘅學生，發現喺50歲嘅時候認為關係最滿意嘅人，到佢哋80歲嘅時候係最健康嘅。預測晚年嘅時候係唔係快樂同埋健康，有7項可控嘅指標，包括唔食煙或者盡快戒煙，唔濫用酒精，維持健康嘅體重，持續運動，誠實咁樣面對問題，終身學習同埋穩定嘅長期關係。孤獨對健康嘅危害就好似一日食15支煙啊，比肥胖更加嚴重。孤獨係引發免疫力下降、失智同埋高血壓嘅元兇。成功人士往往係孤獨嘅高風險群組，律師、醫生、CEO 等等，可能係最孤獨嘅職業。工作狂會忽略親密嘅友誼，將非人嘅成功取代咗人際關係。就算相識滿天下，可能都會覺得好孤獨嘅。男性比女性通常咧就更加難去交真朋友嘅，因為男性嘅友誼多數都係喺活動啊，又或者工作上邊嘅朋友嚟，而女性咧就會比較緊張去揾情緒同埋社交上邊嘅支援。幸福嘅秘訣唔係熱戀嘅時候嘅激情，而係一種建立喺友誼基礎上邊嘅穩定感情。你嘅配偶一定要成為你嘅好朋友，但係如果只有配偶係你唯一嘅好朋友呢，就唔夠多元化啦。中年人要重新學習交友嘅技能，同埋要主動嘅同親友有更加深入嘅傾談，唔好淨係傾啲瑣碎事。應該要有意識咁樣去分配啲時間俾人際關係，避免因為其他事將屋企人邊緣化。健康嘅關係咧係需要彼此適當嘅依賴嘅，唔可以太過獨立發展。
如果唔係呢，就會越行越遠啦。夫婦、好朋友，最終可能就成為陌路人。一個研究發現，追求長遠關係嘅人，比追求金錢、名聲嘅人更加快樂，同埋病少啲啊！踏入人生下半場，當你遇到一啲陌生人要介紹自己嘅時候呢，你可以試下講，例如我係3個仔女嘅媽媽，呢啲嘅家庭身份，而唔係淨係介紹自己嘅職稱。培養健全嘅家庭關係，聯繫好朋友，做義工，投入知識傳承，晚年就會更幸福。最終嘅目標係追求愛，呢一種係一種最高等嘅喜樂，能夠讓人有信心咁樣去走過職涯衰退，發展充滿愛嘅智慧人生。